今日同大家分享新公屋起搖樓3到4人單位設計，單位實用面積330尺，間咗2個房間，簡約裝修，全屋家私連裝修整體設計搭配，美觀舒適。入門口做獅字櫃，留返位置掛衫同埋做換鞋凳，連埋支字櫃嘅牆就做護牆板，撞飾加金屬條設計。對面就係電視背景牆，對住大門嗰邊做屏風設計。客廳靠窗用玻璃趟門間一個睡房，唔會遮擋自然光。房間內就做3尺地台床，連床尾書台櫃。主人房空間大，就做4尺地台床連埋櫃，儲物空間非常充足，仲有大衣櫃、梳妝台。之後廚房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嘅位置。最後廁所就做洗手櫃加智能鏡櫃，最實用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免費報價。